Hi，我係二玲，今日煮一個超簡單嘅蒜香檸檬青口，做法好簡單，但賣相超靚，一攞出嚟人哋就會覺得你廚藝超犀利。今日街市嘅青口38蚊一斤，好平又好大隻，忍唔住要買。青口清洗乾淨之後呢，將啲鬚鬚掹咗佢，如果掹唔斷嘅話呢，就用剪刀剪咗佢。洋葱要1/4個就得㗎啦，跟住將佢切碎。配料準備1/4個洋葱碎、1匙羹蒜蓉，仲有半個乾辣椒就得啦。熱鑊將黃油擺落去溶化，再擺入洋葱碎、蒜蓉、乾辣椒炒香佢。青口擺入去淋半碗白葡萄酒，跟住冚蓋煮佢3分鐘，咁樣就搞掂㗎啦。係咪好簡單呢？落少少黑胡椒碎，咁樣賣相已經好靚啦。上台之後再擠啲檸檬汁，哇！人哋就會覺得你廚藝超好。屋企聚餐嘅時候煮呢道餸，一攞出嚟人哋就會覺得你超犀利。